大家好，我係 Taco 媽。西九渡輪喺2025年11月15日正式投入服務啦。今集 Taco 媽會帶大家試坐西九渡輪，大家要記得睇到最後啦。因為今次冇帶 Taco 出嚟，所以我自己就由港鐵柯士甸站行過去西九文化區。我哋順利嚟到 M+ 博物館，依家就去揾路，睇下西九碼頭點樣去。見到有寫住西九碼頭嘅指示牌，其實沿途都冇乜指示牌，直行會見到條樓梯，落樓梯就會見到西九碼頭。我揾到個碼頭喺邊啊！但係做5分鐘就開船啦，應該趕唔到上船啦。呢個就係西九碼頭，旁邊隻船就係西九渡輪，仲有3分鐘就開船啦。如果上唔到呢班船，下一班船要等30分鐘。講得切。嗰陣時可以八達通嘅，太好啦！呢一班船冇乜乘客，所以顯得船尾嘅甲板好闊落。差唔多要開船啦。我返去船艙入面室內嘅位置坐。趕得切上船實在太好啦，成個人都輕鬆晒。啱啱開船計個時先，睇係咪真係8分鐘左右就到達中環碼頭。安頓好，趁呢一個時間補充返少少西九渡輪嘅資料。西九渡輪會來往中環碼頭，大約每30分鐘一班。票價方面，成人單程票價係20蚊，寵物都要買飛嘅，同成人一樣，單程車票每張20蚊。不過帶寵物嘅觀眾要留意，呢度寫明寵物必須要入袋或者入寵物車，仲要完全蓋好。確保寵物身體嘅任何部分不得外露，同埋寵物袋或者車嘅長闊高嘅尺寸總和不得超過170厘米，同任何一邊嘅長度不得超過130厘米。我自己就覺得攜帶寵物嘅安排上就差咗啲。首先，寵物要入袋，間接代表大狗係冇得上船。呢一個亦都係我點解今集冇帶 Taco 出嚟嘅原因。起初我以為西九渡輪會仿效長洲或者珀麗灣啲船咁，大狗戴口罩就可以上船啦。第二，既然寵物有俾錢買船飛，咁我希望寵物可以做返一個有尊嚴嘅乘客，唔需要入袋，改為手抱。至於我做乘客嘅感覺係覺得船好穩定，冇拋嚟拋去嘅感覺，同埋船艙入面係好安靜，船嘅摩打聲唔大。冷氣亦都好足，差唔多落船啦。睇返個時間，的確係需時8分鐘左右就到達中環碼頭。順便帶大家睇埋船頭位置嘅座位，非常闊落。好啦，我要落船啦。我啱啱發現原來2樓都可以俾乘客坐，快速地拍一拍俾大家睇。好啦，真係要走啦！
眨下眼，我嚟到中環碼頭。中環碼頭上落船嘅位置喺9號公眾碼頭。碼頭周圍都掛滿西九渡輪嘅 banner，乘客一定知喺呢度上落船。我就唔搭船返西九文化區啦，我打完卡之後直接由中環搭地鐵返屋企。整體嚟講，搭船嘅體驗係好嘅，係可惜大狗未能上船，希望遲啲放寬啦。今次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片尾有彩蛋，大家唔好錯過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影片，就俾個 like 支持我哋，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好彩啊！西九文化區隻船啱啱走咗，俾我見到隻帆船啦。